主的教诲何等宝贵，主的教诲何等荣美，主用宝血洗净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我们在此敬拜祷告，云彩围绕，灵火焚烧，燃起热情，顺服呼召，站在破口同心祷告。主求怜悯这时代，黑暗笼罩的时代，光照我们，谦卑悔改，为我们造清洁的心，我们同心呼求你，复兴你的教诲，你的子民，让这世界看见我们，就看见希望，黑暗中看见盼望。兄姐平安，感谢上帝在一天清晨的开始，给我们一个与神亲近的共读时间。我们今天要共读的经文是尼希米记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在尼希米记第1章中，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听到耶路撒冷城的城墙被毁坏，城门被火焚毁，他心中极其悲伤，他向神来祷告。尼希米他是犹太人，他被掳以后生活在波斯帝国，是王宫中的9正。这是一个信任度极高的职位，但尼希米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安逸而忽略了神子民的苦况。第2章的故事发生在尼希米听到消息后的约4个月后。第2章第1节，4个月后，有一天，亚达薛西皇帝正在进晚餐，我倒酒给他，他从来没见过我愁眉苦脸，所以问我，为什么你看起来那么难过？你又没有生病，一定有什么事使你不开心。我吃了一惊，回答，愿陛下万岁，我祖先埋葬的城遭破坏，城门被烧毁，我怎能不难受呢？在这3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尼希米他虽然心中忧愁，却一直隐忍，直到这天才在王面前显露出他的情绪。在古代的宫廷里，臣仆在王的面前显露出愁容，可能会被视为不敬，是有风险。王关心地问尼希米，你既没生病，为什么要面带愁容呢？这时王已经察觉到这不是外表，而是尼希米内心深处的哀痛。尼希米的心中甚是恐惧，因为他知道这可能会导致到不利的后果。于是尼希米他以尊敬的语气诚实的来表达，我列祖的坟墓所在的城荒凉，城门被火焚毁。尼希米他充分的避开耶路撒冷这个敏感的词汇，这是尼希米他智慧的表现。第4节，皇帝问我，你有什么请求？我向天上的上帝祷告，然后告诉皇上，如果陛下开恩，愿意答应我的请求，请让我回犹大地，到我祖先埋葬的那城去，让我可以重建那城。
在这2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即使是在面对王的时候，尼西米他也没有急于先回答，他仍然先向神祷告，来显示他依靠神，而不是依靠人。第5节，他提出具体的要求，他说：求你差遣我往犹大，我好重建那城。这是尼西米信心的行动，他不只祷告，更愿意行动，还愿意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这让我们思考，我们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是先祷告，来求神回应我们呢？第6节，皇上答应了我的请求。那时皇后正坐在他旁边，皇上问我要去多久，什么时候回来，我告诉他，他就准我走。我又求皇上开恩，赐给我诏书，通知河西省的省长，准许我通过到犹大去。我也要求一份诏书给管理国家森林的亚萨，要他供应我木材，为修造圣殿城堡垒的营门城墙和我的住宅之用。因为上帝与我同在，我所要求的皇上都赐给我。在第6到第8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王问尼西米，你要去多久了？什么时候回来？这显示王愿意让尼西米离开，而且他也期待尼西米回来。这表示王不仅信任他，也愿意放行，代表尼西米是一个极受信任的人。尼西米他向王请求提供他通行文书，可以让尼西米安全地穿越各省，也求王提供他建筑的资源，让尼西米可以取得材料来重建城墙和官邸。让我们看见，因为神施恩手的帮助，尼西米有主应允他的所求。尼西米明白，这一切不是靠人，也不是靠财，也不是靠口才。他明白，就算是王批准了，也完全是出自于神的恩手。在重建这件事上，我们看见尼西米对上帝的信靠，也看到上帝的作为。让我们来思考，我们的一切计划是不是都合神的心意？我们在做任何的事工之前，我们是不是要先求来引导我们，来成就我们？第9节，皇上派了一些军官和一队骑兵护送我，我就启程到河西省。在那里，我把皇上的诏书交给省长。河伦城的参巴拉和亚门省的官长多比亚听到有人为争取以色列人的利益而来，就很恼怒。尼西米他虽然顺利的获得军兵和官兵们的护送，这是王对尼西米的支持，但这也意味着尼西米的行动他会引起其他官员的注意。这当中就有参巴拉和亚门人的多比伦这2位反对者的出现。他们听到有人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是恼怒。让我们思考到，我们开始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是不是也会遇到拦阻跟攻击？当我们遇到拦阻跟攻击的时候，我们必定不要灰心，我们要靠主刚强站立，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手必与我们同在。在这短短的10节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尼西米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在关键时刻先向神来求问。尼西米也是一个行动的人，
他不只是祷告，他也准备好行动，做好具体的规划。尼希米也是一个信靠神的人，即使王已经准许他的所求，他也知道成就这一切都是神的恩手。尼希米也是一个勇敢面对反对的人，他知道在做神的工的时候难免会有敌人，他仍然不畏惧地往前迈进。愿我们也能效法尼希米，做一个忠心祷告、有行动力、信靠神的人。让我们同心来祷告。主啊，我愿意像尼希米一样，从祷告中走向行动，从眼泪中走向建造。让我们不只是关心，更有勇气；不只是有计划，更有顺服。当我们面对敌对时，求主成为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在这世代为你站立。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主的教诲何等宝贵，主的教诲何等荣美，主用宝血洗净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我们在此敬拜到